过来关心到台中太平有一间国小逼出棒球队的教练，那像长期甲球员性侵，超过30个囡仔受害。今仔日有民代指出，这个教练的学长那像有甲学生性骚扰，目前还阁伫咧台艺一间国小咧做教练。林本基金会是认为讲，除了学校应该爱落实无责任人员的清查，教育局嘛得爱来加强监督。台中太平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教练传出长期性侵囡仔，佮共翕影片，造成学生身心拢受创伤。目前清查已经有31个被害学生。校方除了扩大稽查，也承认讲请教练的是学校无查清楚，无适应教育人员系统。他有西级的教练证，所以那个时候西级教练证的申办必须要减负行政单位的良民证。所以我们会相信他拿了一级教练证，他就有所谓的良民资格。不过，敢会继续扩大处分？台中市长罗秀燕甲教育局长拢唔愿说明。性侵案目前还咧调查，有民代表讲，这个教练的学长也捌牵涉性骚扰学生，而且目前要伫咧大雅区一间国小做棒球教练。从111年的1月份到现在还在任教，还在这个学校。对。居然的回答说他没有不是任教师啊，因为他还没有，就是他觉得他的性平没有那么严重啊。民代讲，两个教练是共乡，嘛读同一间学校。2019年伫同一间学校的球队任职，其中做总教练的学长涉嫌性骚扰女学生。2021年10月性骚扰案成立，同一年11月离职。不过，这个学长过当年煞去台中市另外一间学校任职，校方明显有疏忽。日本教育基金会嘛认为审核机制有空芳。如果学校按规定每年将所有的教职员的名册在这个系统做一个勾勒，其实他就可以查出来这个教练其实是有犯罪记录的。日本表示，2021年进前的无适应教育人员系统内确实查袂到，不过2021年后的拢已经查会到啊。学校应该落实逐年查核。教育局除了要加强督导，也要紧互无适应老师离开教育现场，避免各处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